相信大家搭過地鐵去黃埔，去到臨尾幾個站，都會試過聽到以下嘅廣播。然後去到黃埔前一個站嘅何文田站，就俾人趕咗落車，等多2分鐘，就有一班往黃埔嘅列車。列車去到黃埔，停咗半分鐘就閂門走人。可能心中都會有疑問，點解會有一堆車要淨係去何文田？點解去黃埔啲車永遠都係咁疏車，仲要咁急住走？歡迎大家繼續收睇鐵路嘅頻道，嚟到香港鐵路特別車系列嘅第3集。今日帶大家落到地底嘅觀塘線，去講解下點解會有往何文田嘅列車，同埋點解去黃埔嘅地鐵咁疏車。如果去過黃埔站，細心嘅乘客可能會發現，黃埔站只有一個月台。其實得一個月台嘅主要原因唔係為咗慳錢，而係因為空間所限。如果喺地圖上揾出黃埔站嘅位置，可以見到黃埔站位於德民街，佢只係一條4線道路，道路下方有大量管線同公共設施，而且呢條路嘅側邊都已經起晒樓，地底都會有比較深嘅樁柱，較難容納2條鐵路隧道管加上月台嘅闊度，所以最後黃埔站只設置一個月台，而何文田同黃埔之間亦只以單線運行。黃埔站最頻密只能維持約3.6分鐘一班車。然而，觀塘線作為地鐵網絡中其中一條重要幹線，當然唔可以因為黃埔站只能用一個月台，而犧牲全條觀塘線嘅班次。於是鐵路公司就於何文田出站後，興建咗一條掉頭用嘅側線，等部分嘅列車可以於何文田掉頭，可以維持觀塘線頻密嘅班次嘅同時，將鐵路網絡伸延至黃埔，而配線就如呢幅圖所示。現時平日嘅上下午繁忙時間，以及星期6日嘅日間大部分時間，觀塘線都係以1+1嘅模式運作，即係一班車去黃埔，一班車則以何文田為終點站。以觀塘線最頻密嘅2.1分鐘一班計，黃埔站於繁忙時間嘅班次則為4.2分鐘一班，比部分非繁忙時間嘅班次更為疏。而其餘嘅時間，所有列車則會以黃埔為終點站，而黃埔站嘅班次就會同其他車站一致。我哋不如實際去何文田站睇一次呢條側線點樣運作。大家可以見到右手邊有列車正由黃埔站嚟緊何文田站。信號開通前往掉頭路軌嘅路線，可以特別留意呢一盞上面寫住 SD 嘅燈，代表通往側線嘅意思。如果係通往黃埔站嘅話，呢盞燈就唔會着。
我哋過去對面月台睇下。當以何文田為終點站嘅列車駛入側線後，有一列列車就由黃埔站開出往何文田站。往調景嶺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。前往到景岭的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的乘客下車。The train to Tilking Lane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 請勿靠近幕門，請不要靠近木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該列車開出後，剛才進入側線嘅列車則會返到何文田站開始載客。同時間另一列列車會進入單線路段前往黃埔站。往調景嶺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。前往到景岭的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的乘客下車。The train to Tilking Lane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 最後，可能有人會問一個問題：黃埔站得一個月台，如果有部車壞咗，塞住黃埔站嘅月台，咪變相要暫停黃埔站嘅服務？其實黃埔站後面仲預留咗一列列車長度嘅越位隧道，供有需要嘅時候停放列車用，就唔使怕壞車阻塞啦。最後，多謝大家嘅支持同陪伴，我哋終於有3000訂閱。嚟緊我哋會拍更多精彩嘅影片送俾大家，多謝大家收睇呢條片，我哋係鐵流，下次再見。